端午日能祈求好运到来。不过，华山基金会安南里站因素热能特别大粒，原来是站长杨富宏发挥创意卡司，专程找来鸵鸟蛋和华山长辈热能，希望热的能愈大，幸福愈大。独居老人来讲，就是大部分伊咧过年啊、过节的时阵吼，因较无法度有机会感受这个佳节的气氛啦吼。啊，我们就是利用这一次端午节，吼，明天就是端午节，啊，咱邀请咱安南区的阿公阿嬷吼，做伙出来行行的啊，食粽吼，绑艾草啊，立蛋吼，啊，相传说立蛋吼可以带来好运气的吼啊。全世界上大粒的卵吼是恐龙蛋啊，但是咱无法度有恐龙蛋嘛吼，所以咱特别准备鸵鸟蛋吼啊来立蛋啊，想说互阿公阿嬷看看哦，啊鸵鸟蛋生做啥物形安尼。端午关怀这天，现场嘛来了真侪长期关心华山长辈朋友甲志工，参场有意境请剧的经理柯嘉文、儿童权益促进会营务顾问黄启能、上豪家具经理王元科。新市区长教吴俊德、县书胡淑芬等，社会局总督导杨义宏也特别感谢所有人长期关怀弱势的帮忙。台南市所有的老人吼，真正对华山基金会这边吼，拢算讲有服务到吼，嘛服务甲介好吼，像这种的迄个节日吼，拢会办一寡活动来，互迄个安尼老大人吼，有感觉讲哦过节日的感觉啦，吼，这真正是足用心，所以我这边嘛是代表讲吼，社会局吼，甚至讲市政府这边来感谢安尼华山基金会。一个社会，咱社会内底呢，希望能够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吼。咱拢希望咱的长辈，吼，咱的是大人会当有伫个足好的环境之下，吼，生活。但是社会上有真侪，毋是咱会当如意的代志，吼。所以真正非常的需要。有咱的华山基金会安尼这个团体吼，会当来不计照顾到咱是大人吼，因的温饱，啊，搁伫个这个节日的时阵，顾到因的温暖。华山基金会长期关怀孤老，伫大台南地区陪伴将近2600位弱势长辈，共同行过孤苦无依的日子，提供年济关怀、陪同就医。物资协助以及社会促进等服务，以乡亲帮助乡亲服务理念，建立社区互助自助模式，共同打造长辈第二厝。基金会热情邀请大家共同加入营造计划行列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